股四頭肌肌力訓練。我哋會訓練大腿前方嘅四頭肌，可以揾一張凳坐喺度先，挺胸收腹。我哋會練左腳先，所以將左腳慢慢向上提起，去到最高點維持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跟住慢慢放返低，再嚟多次。1、2、3、4、5，再慢慢放返低。根據自己嘅能力，總共做5至10次，之後輪到右腳。提起之後數1、2、3、4、5，慢慢放低。記得提起隻腳嗰陣時，腳尖要指向天，唔好向咗左或者右邊。以上動作每星期做2至3次。想知道更加多嘅肌肉訓練運動同埋拉筋運動，可以 click 入我哋嘅頻道裏面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